以前好追求名勝利就嘅，係啦。咁但係發現原來係健康係真係最重要嘅。我記得我病嘅時候咧，我病嘅係當然係我自己辛苦啦，但係其實最辛苦嘅係一定係身邊愛你嘅人咯。可能細佬連 grad trip 都冇去啊，係啦，連hall 就唔敢住啊，出邊嘅活動都唔敢去，因為要翻嚟睇你，係咯咁，係好激動啊！講到呢樣嘢。2018年尾、2019年初，青青開始出現持續低燒，經常覺得攰。佢靠食止痛退燒藥嚟舒緩，但係情況仍然好反覆，持續咗差唔多4個月。其實嗰陣時因為工作壓力都大嘅，咁所以純粹覺得可能自己休息唔夠咯，因為瞓得比較少啲。我以前係做旅行社嘅，咁我嘅工作嗰陣時其實係做一啲關於做一啲 tailor make 嘅團啦，即係客人比較有高嘅要求啦，所以佢哋想要一啲比較 unique 嘅行程啊。有時候咧，我要朝頭早7點鐘去開會啦，跟住就要返公司繼續做嘢啦。咁 OT 都時間都會長啲啦，因為如果嗰排有美國團，你就要等美國嗰啲報價返嚟啦。咁有時候你就會跟咗啲外國嘅時差做嘢咁樣咯。係啊，日夜顛倒，即係你要返到屋企都繼續工作咯。因為工作多而且壓力大，即使青青嘅低燒問題持續咗幾個月，佢都冇特別去正視，直至佢發現頸後出現2粒越嚟越大嘅淋巴結，先開始擔心。嗰陣時仲揾啲好即係民間嘅方法，就係揾人推下淋巴啊，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去推下去，睇下會唔會好啲咯。咁點知發現原來冇咯，就反而越嚟越多咁樣咯。我嗰陣時係抽時間喺返工嘅時間去睇醫生。再繼續返公司做嘢，等咗1-2個禮拜，咁就先知道原來個肺有個瘤，再加啲血嘅報告好差咯，個 result 係啦，即係白血球好高，而紅血球又好低咁樣。家庭醫生將佢轉介到醫院作進一步檢查，最終發現患上何傑金氏淋巴癌。醫學上就話我哋係2B 期嘅，我最大嗰個瘤咧係喺個肺嘅中隔位嗰度。咁就大概一個網球咁大啦，但係見到嘅所有嘅左半身，即係例如腋下、頸後嗰啲淋巴嘅線入邊，其實已經全部充滿晒淋巴結咯。淋巴癌可以分為何傑金氏淋巴癌同埋非何傑金氏淋巴癌2大類。香港每年淋巴癌嘅新症有差唔多1000宗，大概有1成係屬於何傑金氏淋巴癌，成因不明，患者一般都比較後生，主要靠化療同埋電療嚟醫。至於非何傑金氏淋巴癌，近年亦都有 CAR-T 等等嘅免疫治療可以幫到手。CAR-T 其實咧就係用病人自己嘅 T 細胞係做個基因改造，咁係改造之後咧，呢啲 T 細胞咧就有可以針對癌細胞嘅能力。頭先第一個階段咧就要控制咗個病先，然之後就要收集個 T 細胞啦。有時接受咗好多化療啊之後咧，你身體入邊個 T 細胞嘅數量可能唔係好夠，咁所以呢個係要第一個問題要解決嘅。有足夠嘅 T 細胞咧，就可以攞去實驗室嗰度要成功製造呢啲 CAR-T 細胞啦。改造咗嘅 T 細胞咧，就會喺實驗室裏邊大量繁殖，然之後再輸翻俾病人體內。其實我確診淋巴癌係19年嘅7月先確診嘅，但係我19年6月已經入咗醫院住咗10幾日㗎，係啦，因為你入咗醫院之後啦，咁其實你仲要等，其實做好多檢查嘅。其實好老實講，嗰半個月係有一種，我覺得好似有種出口嘅感覺，因為其實一直你人生其實係冇唞過啊嘛。我記得我嗰日係確診嗰日，我係返咗屋企唞咯，即係我覺得我冇即刻即係出去撲揾醫院啊咁樣。我反而覺得就係我想休息下咯，因為你終於有個我病咗，你可以同你上司講或者同你老細講，我真係病咗，我需要休息咁樣，係一個出口。我嗰陣時佢其實係好叻嘅一個女仔咯，就係屋企嘅所有開支都可能係透過佢嘅工作能力去應付啊，無時無刻都會關心我啊，可能叫我讀書唔夠錢使，會問我喂夠唔夠錢使啊咁樣。去到有一日啊，返緊嗰啲叫實習嘅時候，咁我家姐就去咗醫院聽嗰個結果啦，就知道咗原來係淋巴癌。
我見到佢嘅時候我阿媽已經喊完啦，同佢已經喊完嗰隻，即係我見到佢嘅時候就啲眼淚係叭叭聲咁樣流落嚟。一個男仔啦，就喺條街度喺度痛哭咁樣咯，就要佢安慰翻我轉頭，就好大衝擊，好唔開心。知道咗呢個消息啦，佢尤其是我之前做嗰間實習公司，其實係有一啲沙漠嘅一啲體驗 offer 俾我，咁我都冇住啦。咁嗰陣時就有嗰啲4年一宿嗰啲嘅都冇咯，都冇報啦，因為喺屋企照顧家姐睇住佢咁。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多次，我都會係咁揀，因為始終佢病咗嘛，都冇人想嘅。確診之後，青青就開始接受治療，前後做咗8次化療、18次電療。咁化療藥其實都係一種毒藥咯，咁你經血管打入去，其實你啲血管都會痛咯。嗰陣時咧，我記得我落完藥之後一定喊嘅，係啦，翻屋企一定喊嘅，因為真係有一種你講唔出，即係嗰種好成身好難受，全身都好難受嗰種痛苦嘅。電療就冇化療咁辛苦嘅，咁但係不過我電療嗰個位就有啲尷尬啲嘅，就係因為我呢個位係電個頸位啊，咁所以其實好影響我嘅口水啦、分泌啦，即係會口乾啦、容易同埋會痛咯，吞口水都會痛，瞓唔着㗎，跟住食唔到嘢咯。治療嘅過程艱辛而且漫長，尤其是身體對於化療嘅反應，令到青青一度好想放棄。好彩有家人同埋朋友嘅陪伴同埋支持。我哋就識咗超過10年嘅，咁當其時我記得就係中學嘅時期，參加一啲交流團識嘅，佢係我人生之中最好嘅朋友之一個。佢患病嘅期間咧，我永遠都係當佢一個正常人咁看待嘅，會好虛弱嘅，好需要人哋支持，好需要人哋陪嘅。咁變咗其實我就即係一路喺佢身邊陪住佢咁樣，即係可能間唔時就會 send message 嚟同我講話，喂，好唔舒服嘅，真係好唔開心，好辛苦咁樣嘅。咁但係我哋就會係鬧翻佢轉頭，咁喂，你唔化療，咁你做咁多嘢都冇用啦。之前化咗咁多次，咁你冇理由中途下一次唔去咩？喺舊年3月，青青完成所有療程，進入為期2年嘅觀察期，身體一切正常。而家其實好正常嘅，因為我做完個電療之後做咗個 PET scan 啦，咁都見到其實係清除晒㗎啦，100% 清除晒㗎啦，啲淋巴瘤係啦，啲癌細胞。而家我難得真係好翻咗，我梗係一定要珍惜翻我自己生命，好愛自己，好錫自己，做啲舒服啲嘅嘢，唔好似以前咁拼搏啦，好唔想再經歷一次電療加化療，唔得，真係如果你要我而家再經歷一次，我都會喊㗎，我真係會。而家就主要以休養為主啦，同埋一啲冇咁高強度嘅工作咯，即係可能簡單啲，可能返2-3個鐘啊，咁可能我自己都有啲 event 啊，可能做下啲 helper 啊咁樣咯。我自己喺好細個已經有為自己打算，我買晒保險㗎啦，所以都唔係話好受經濟狀況嘅嘢嘅。患病期間，青青開始接觸打坐，等自己平靜落嚟。而家佢都會開班教人打坐。其實都係喺病嗰段時間開始學嘅。咁其實開始都係自學嘅啫，即係當然自己都會感受到自己身體嘅變化轉變。咁然之後慢慢去學，跟住去感受，再去教人。病你可以去睇醫生，可以去醫，你可以食藥。但係如果你係情緒上有病，或者你係心靈上有唔舒服嘅時候，你可以用到啲乜嘢方法呢？咁我發現原來打坐都幾好喎。回望患癌抗癌2年，曾經係工作狂嘅青青，學識將愛錫自己擺喺第一位。即係我記得其實我媽咪就喺我未確診嗰陣時10幾日。佢係瘦咗20磅嘅，即係10 kg，喺短時間瘦咗10 kg。你病唔係淨係得你一個，其實你身邊愛你嘅人都會好擔心。咁所以你就更加需要愛錫自己咯，即係你希望唔好令到人哋擔心，或者佢哋要放棄咗佢哋自己一啲嘢而去照顧翻你咯。食得、瞓得、餓得咁就夠。係人生就係咁簡單去組成呢一啲嘅嘢。咁比起以前嘅拼搏，我更加中意而家呢種簡單平淡嘅生活咁樣，係。
如果你對片入邊嘅內容有深切感受，有說話想同大家分享，請即登入 QR Code 話俾我哋知，等其他人了解更多。記得訂閱果子啦，仲要撳埋個鐘仔添啊！